Let A B 5x 加 4y， 將 5x 加 4y 變成 A 先，而 B 咧就係 4x 減 5y， 你可以咁樣做。咁係變3A 二次減27B 二次咯，得唔得？咁你咪可以抽個 common factor 出嚟咯，抽個3出嚟，咪變 A 二次減 9B 二次。咁亦都係再執靚少少啦，變 A 二次減括弧 3B 二次咯。咁咪即係做到傳説中嘅 A 減 B，A 二次減 B 二次嘅格式啦，係嘛？A 減 3B，A 加 3B。但係問題係咧，B A 同 B 我作出嚟嘅啫嘛，咁變翻真身咯，變翻真身咯，睇住我 A 係5x 加 4y 嘛，將佢取代翻 A 啊，即係點啊？3乘以 5x 加 4y 減翻我哋嗰次呢個咩？即係個10佢3乘以4x 減5啊。你可以用呢一個技巧咧，咁樣去做翻嘅。OK 嗱，費事我睇唔明啊，咁樣攝咗落嚟呢度呢邊 A 咁啊，咁而 B 咧就咁樣指翻落再指翻落呢度啦。OK，睇翻個箭嘴。咁你未完喎，你再插埋括號喎，括號自己插埋佢啊。OK，我俾嗱做順便做埋 B 啊，10AB 幫你開咗個頭啊，仲未完啊，仲未完啊，10B 都未計啊，A 又未做完啊，插埋入邊括號咁咪完啦，加油，做埋啦嗱先。好咁咧，講埋啦，咁就你插埋括號佢啦，咁所以最後咧，我直接講頭啦，咁就最後3乘以19y 減 7x 乘翻17x 減11y，咁就收工噶啦。OK，都完咗啦。